喺心理博弈裏面，一個人嘅外在形象其實比你想象中更有影響力。心理學研究曾經指出，如果你想令人覺得你有能力、有氣場，甚至更有掌控力，有時候面無表情反而係一種非常有效嘅方式，因為相比起不停微笑，或者情緒完全寫晒喺面上，適當保持冷靜同克制，會令人潛意識覺得你更加穩定、強大、有主導權。尤其喺職場、談判，甚至人際關係裏面，一個情緒太容易外露嘅人，其實好容易被人睇穿。你一緊張，人哋就知你冇底氣。你一焦慮，對方就知道你急；你一憤怒，別人甚至可以利用你情緒。所以真正厲害嘅人，好多時唔係最會講嗰個，而係最穩定嗰個。因為人性有個特點，越難被看透嘅人，越容易令人產生敬畏感。所以點解好多領導者、高級管理層，甚至談判高手，總係顯得特別冷靜，唔係因為佢哋冇情緒，而係佢哋明白，情緒一旦失控，就等於暴露底牌。當一個人開始大聲、急躁、表情失控，其實已經喺心理博弈裏面輸咗一半。因為真正有力量嘅人，通常都唔需要靠情緒證明自己。真正高級嘅氣場，從來唔係靠空，而係一種穩定感。當然，呢度講嘅面無表情，唔係叫你變得冷漠、高傲、拒人於千里之外，而係學識控制情緒輸出。因為成熟嘅人知道咩時候該表達，咩時候該收住。心理學亦發現，當一個人情緒波動越少，別人越容易覺得佢有掌控局面能力。所以有時真正令人佩服嘅，未必係最張揚嗰個，而係即使場面再亂，依然可以保持冷靜嗰個人。因為一個人最強大嘅地方，從來唔係情緒有幾大，而係情緒再大，依然控制得住自己。